这场威力真强的假日风，有9个人轻重伤，面体有220户来受损，7400外户停电，台电是紧急来抢修。屏东县长潘平安马上来启动灾害应变机制，国军嘛派出80个阿兵哥帮忙清理。当地乡亲今仔日讲到这阵假日风，也阁会惊。 大型的烟架啊，规座拢倒落，铁轨厝嘛拢吹甲翘起来，还佫有广告铁架啊，拢变形去啊，透天厝两大片玻璃门拢破去，还佫有宫庙厝顶几大片嘛拢吹飞去。即阵讲烈风，屏东县那边乡的居民有人差一点啊，嘛被吹走。爸爸妈妈有吓到，有点吓到了。爸爸妈妈差点就被卷走。米伫室内嘛有感受到伊的威力，咻咻叫。咻咻叫啊，人拢徛袂掉啊。 我冇见到安尼。那边乡和更烈风扫射真严重，屏东市长紧急动员调派环保队，一透早就赶来帮忙清理。派8台资源回收车，还有2台甲子车。 屏东南边甲南州受到这更烈风的影响，造成9个人受轻伤，220间的主体损害，7000外户大停电。台电第一时间有派员来抢修，2点钟后陆续复电。县长潘明安嘛启动灾害应变机制，国军嘛派出80名兵力协助居民清理，用上紧的时间加毁损的现场恢复。只是惊到的居民到即马想起来也是心惊惊。